2025年賽季嘅完結唔只為我哋帶嚟咗一位全新嘅世界冠軍，仲代表咗一個時代嘅終結。F1 嘅 Ground Effect 年代因為疫情嘅關係延遲咗開始，經歷由2022年到2025年短短4個賽季之後，呢度嘅賽車就已經變成歷史啦。簡單咁睇翻過去呢幾個賽季，呢一次改例嘅結果點呢？失敗又絕對唔係嘅，但係成功又講唔上話係成功喎。當年嘅改例初衷係為咗減低賽車製造嘅亂流，令爬頭更加容易，但係效果並唔明顯。隨住車隊不斷咁發展，製造亂流嘅設計都慢慢出現喺賽例冇規管嘅地方。喺比賽入邊進入前車大概3秒範圍嘅時候，賽車依然會受到一定程度嘅亂流影響，車手喺跟車方面依然受到好大嘅挑戰。爬頭嘅畫面並冇如 F1 預期咁增多，反而預期唔到嘅就係當年新規例下製造最多下壓力嘅 floor， 為車隊帶嚟 porpoising 同為車手帶嚟腰痛嘅問題，令賽事喺 Ground Effect 規例下冇辦法明顯咁增加爬頭畫面。以上嘅原因加上動力系統上嘅改變，促成咗呢一次2026年大改例。呢一次改例同2022年唔同，因為 Ground Effect 嘅改動並冇因為動力系統帶嚟好大嘅變化，但係呢一次 F1 因為全新內燃機引擎同埋電池動力分佈，需要喺車身上作出相應嘅調整。究竟喺新規例入邊嘅改變有咩目標，又有咩重點最值得留意呢？就等我講下啦。呢次大改例嘅其中一個重點就喺全新嘅動力系統。F1 為咗吸引更加多引擎供應商，所以減低咗研發引擎嘅成本，廢除咗一直令唔少車廠卻步嘅 MGU-H， 即係熱能動力回收系統嘅部分，令來年將會有近年最多嘅5個引擎製造商參賽。平治繼續係最多車隊用嘅引擎，將會供應俾自己廠隊麥拿倫、威廉士同 Alpine 4支車隊。法拉利雖然失去咗 Sauber， 但係有 Cadillac 成為新顧客，繼續提供引擎俾自家隊伍同 Haas 在內嘅3支車隊。Red Bull Powertrain 就將會同 Ford 合作，為紅牛旗下2支車隊提供引擎。Honda 就轉投 Aston Martin， 剩低嘅就係自給自足嘅全新廠隊 Audi 啦。呢5間供應商需要應付嘅引擎規例如下，同樣繼續係 1.6 公升 V6 ICE 內燃機引擎，但係由 ICE 提供嘅動力將會由 80% 減低至 50%， 而 MGU-K 嘅輸出將會調高至350 kW， 令 ICE 同動力回收系統 ERS 嘅動力分佈大概變成50-50。不過雖然 MGU-K 嘅輸出增加咗，但係能源儲存嘅上限依然係4個 MJ， 代表充滿電嘅能量儲備將會以接近快3倍嘅速度用完。所以規例將每圈賽車嘅充電上限提高，填補增加咗嘅能量消耗。不過充電唔係能量供應分佈改變帶嚟唯一嘅問題。舊賽例80-20動力分佈確保咗賽車就算電池20% 嘅能量用完之後，依然能夠靠 ICE 輸出嘅80% 保持一定速度。但係新賽例下分佈變咗50-50之後，賽車喺直路一旦用完電池儲存嘅能量，就會冇咗一半嘅動力，造成 clipping 嘅現象出現。所以喺2025年賽季期間都有傳聞表示喺模擬器入邊，車手喺直路尾段需要向下轉波先能夠令賽車保持轉速。而 FIA 同 F1 為咗應付呢個情況，更改咗能量輸出嘅方式 ，turn down ram rate， 減低能量輸出嘅速度。當賽車達到每小時290公里嘅時候，電池嘅能量輸出將會進一步減低，避免賽車一次過失去太多動力。同時，因為賽車對 ERS 嘅依賴增加咗，令車手需要更加留意點樣使用能量。新嘅 ERS 系統為車手提供咗額外2個模式，一個就係 Boost， 同之後會解釋嘅 Overtake 唔同。呢個模式只係純粹將電池嘅輸出調到最大，但係每一位車手都可以用嘅，而且能量輸出嘅速度不變。達到咗每小時290公里時 ，ERS 輸出依然會開始減低，而 Recharge 模式就係車手進攻完之後，賽車會喺剎車或者油門鬆開嘅時候，利用 Engine Brake 回收能量為電池充電，代表車手喺2026年嘅駕駛風格將會更加以能量管理為重。但係對 ERS 嘅依賴更加帶出咗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車手可能會用危險嘅方法充電，特別係高速同缺乏剎車點嘅賽道 ，ERS 嘅能量輸出會比回收嘅多，所以賽會會根據賽道嘅需要調整每圈能夠回收嘅能量上限，避免車手喺正常情況下做出急剎車嘅動作回收能量。雖然確實嘅上限未定，但係肯定會介乎於5至9 MJ 之間。而全新一代嘅混能引擎都令賽車喺車身設計上作出改變，最矚目嘅一定係來年嘅 Active Aero 啦。
DRS 唔會喺2026年賽季出現，但係賽車嘅頭翼同尾翼依然能夠根據賽道需要變化。最重要嘅就係能夠應付賽車能量輸出嘅問題。2026年嘅全新賽車將會配備 Active Aero， 可以將之前提過嘅 X Mode、Z Mode、直路模式同彎路模式全部都忘記晒佢。F1 官方統一用字就係 Active Aero 開或者閂嘅狀態。車手只能夠喺賽道上嘅指定區域開啟呢一個系統，並唔係喺任何時候都用得嘅。關閉嘅時候就代表頭翼同尾翼嘅進攻角度 angle of attack 比較大，製造嘅下壓力都比較大。但係同 ground effect 嘅賽車比較，新賽車依然會減少大約20至30% 嘅下壓力，代表過彎嘅速度會比較慢。開啟 Active Aero 就能夠協助賽車加速，基本上就係一個頭翼同尾翼同時開啟嘅 DRS 模式。攤平葉片比賽車喺更低阻力嘅情況下更加快咁加速，同時減少用緊嘅能量。補償動力系統喺直路能量消耗過快嘅缺點，除咗普通嘅開關狀態之外，仲有一個喺賽會指定情況下先能夠用嘅半開啟模式，容許車手喺黃旗、VSC 或者安全車情況下使用。令頭翼打開，同時尾翼會維持關閉，減低賽車喺並非比賽狀態下嘅空氣阻力，節省燃料同能量。不過呢個 Active Aero 就帶嚟咗一啲問題啦。首先就係車胎溫度嘅問題，因為頭翼都能夠攤平，代表車頭嘅下壓力減少咗，車胎溫度喺經過較長嘅高速路段嘅時候快速下降，對賽車嘅剎車同過彎表現都會有一定嘅影響。如果喺濕地上面比賽，就唔能夠用 Active Aero， 帶嚟另外一個問題。喺高速情況下，如果繼續使用高下壓力模式，初步估計賽車嘅高度會因為高下壓力降低8mm， 令底板 plank 同賽道產生摩擦，有磨損過高被 DQ 嘅風險。而呢個問題需要點樣解決呢？就要等 FIA 公布完整嘅規例先知道啦。早前提到 DRS 將會消失，車手需要爬頭時就能夠用另外一個系統。當初介紹為 Manual Override Mode 嘅系統，而家統一稱為 Overtake。運作原理同 DRS 相似。當尾隨車手經過唯一偵測點嘅時候，喺前車1秒範圍內，喺下一圈就有 Overtake 模式嘅優勢，令賽車喺到達時速每小時290公里嘅時候，電池將會繼續以最大功率輸出至每小時337公里。呢個就係同 Boost Mode 嘅不同之處，能夠使用 Overtake 嘅賽車將會更加容易達到極速爬頭，同時為咗補償更加高嘅輸出，充電嘅上限都會提升 0.5 MJ。呢一個 Overtake 系統同 DRS 最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喺賽道任何一點都能夠用到，車手唔需要等到指定區域先能夠揾機會爬頭。揾適合時機同地點進攻嘅工作就交俾車手，令觀眾有機會喺唔係傳統嘅爬頭熱點都能夠見到車手交換位置。但係一個令人懷疑嘅地方就係呢個系統喺時速290公里以上先能夠幫到車手。如果喺新加坡、摩納哥或者匈牙利等等賽道，呢個系統係咪真係能夠幫到車手爬頭呢？同時，車手同樣都係需要緊隨前車先能夠用到 Overtake。再喺新規例入邊，又點樣喺呢一方面協助到車手呢？2026新賽例令 F1 賽車喺近年歷史入邊第一次縮細，輕咗30公斤，軸距短20 cm， 窄10 cm，floor 都會收窄1.5 cm。原本喺前胎上方嘅擾流葉片被移除，前後車胎分別窄2.5同3 cm。令車轆變輕之餘，仲減少阻力。當中嘅改變雖然令賽車製造嘅下壓力下降，但係將賽車製造嘅阻力大幅下降 55%。尾翼葉片將會增加為3塊，上面2塊葉片能夠喺 Active Aero 開啟時攤平。2022年規例解禁嘅 Lower Beam Wing 將會被廢除，同時尾翼兩邊嘅 end plate 都會被簡化，而頭翼設計嘅變化比較大。2026年規例下嘅頭翼同初代 V8 引擎年代嘅 F1 賽車有少少相似，同 Ground Effect 賽例相比，可以見到頭翼主要製造下壓力嘅葉片部分收窄，喺 Ground Effect 年代嘅 end plate 位置處於車胎外側，但新規例下嘅 end plate 處於車胎內側。end plate 外側2塊嘅倒流葉片變得更加明顯，協助整理或者製造漩渦，打理流過車身嘅氣流。主要葉片變短嘅同時，數量都會減少至3塊。
同尾翼一樣，頂部兩塊能夠打開。呢一次改例將成隻頭翼進一步簡化，同時能夠減少頭翼能夠製造嘅下壓力。雖然聽起嚟有少少奇怪，點解要突然減少頭翼能夠製造嘅下壓力呢？原因就係賽車喺跟隨對手嘅時候，最受影響嘅下壓力裝置就係頭翼啦。如果賽車減少咗對頭翼嘅依賴，賽車喺遇上亂流嘅時候受到嘅影響都會相對咁減少，令 FLOA 喺新賽例入邊為賽車提供大部分嘅下壓力。因為 FLOA 受亂流影響最少，所以賽車喺尾隨對手嘅時候依然能夠繼續提供穩定嘅下壓力。不過喺2026年嘅 FLOA 唔似 Ground Effect 年代有住非常之明顯嘅曲線，反而比較似係2020年比較平坦嘅設計。同時 FLOA 尾部嘅面積將會被收窄 ，diffuser 嘅效果將會變細 ，FLOA 製造嘅 Ground Effect 將會被減少，令車隊唔再需要使用極端堅硬嘅懸掛設計對抗 Ground Effect 將賽車 FLOA 吸向地面。車手都有更加多嘅空間嘗試用唔同嘅賽車設定，並唔需要受到非常之嚴謹嘅車身高度限制受影響。FIA 預計喺新規例下，以前車頭較低、車尾較高嘅 High Rate 設計會再次出現。車隊唔需要繼續使用確保 Ground Effect 效率嘅貼地設定，代表 porpoising 同因為 FLOA 磨損過多引致嘅 DNF 喺正常嘅情況下都會比較少出現嘅。除咗形狀之外 ，FLOA 嘅另一個大改變就係前面嘅葉片。過往 Bargeboard 嘅設計就係將車胎製造嘅亂流向外倒流，製造近年一直困擾 F1 嘅 outwash 或者亂流。而新賽例嘅 Bargeboard 設計就相反，收集車胎轉動嘅亂流，將空氣導入 FLOA， 增加 FLOA 嘅空氣流量之餘，將賽車製造嘅亂流範圍減少。但係車隊需要幾多時間揾到灰色地帶，再次諗到製造亂流嘅設計呢？呢一次係自從2014年之後，相隔12年第一次同時更改氣動力同引擎規例。當年紅牛王朝被打斷，平治崛起，而家情況又有啲相似。傳聞來年平治同紅牛都喺引擎發展方面有黑科技，我哋會唔會連續2年見到 Verstappen 對抗另外一位希望成為新世界冠軍嘅車手呢？用平治引擎嘅車隊，特別係 Alpine 嘅表現又會點呢？法拉利能唔能夠終止近年嘅頹勢？來年又會唔會真係好似 Alonso 預言咁，係佢最後一個賽季呢？紅牛車隊會唔會有2位車手參賽？而奧迪同 Cadillac 兩支新創隊究竟有冇立足中游嘅實力？ F1 迎嚟全新規例、新賽車、新引擎、新車隊、新賽道、新車手，會唔會帶嚟翻天覆地嘅變化？比賽又會唔會變得緊湊？結果又會點呢？想知道就要好好留意2026年賽季啦。